Hello，呢度係睡前讀10頁書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呢本書叫做《自足邁進》。我哋上一集就講到點樣無罪惡咁花錢，咁今集就講下點樣正確去支出。第5章，生活方式膨脹多少無傷大雅？為何可能比你以為的還要多？1877年1月4號，當時全世界最有錢嘅人走咗，就係海軍准將呢個花名企業家康納留斯·范德比爾。佢靠做航運同埋鐵路運輸起家，一生就賺咗幾億美元。佢一直覺得，如果將家產分晒俾所有子孫，會整冧咗成個家族事業，所以喺遺產入面，將絕大部分嘅遺產9500萬美元留俾佢個仔威廉·范德比爾。喺嗰陣時，呢一筆錢竟然比美國政府成個財務部嘅錢仲要多。事實證明佢咁樣做係啱嘅，因為之後嗰9年，佢個仔威廉管理鐵路做得好好，佢將老豆留落嚟嘅錢翻倍，搞到將近2億嘅美元。如果用2017年嘅幣值嚟睇，大約係有50億。但係好景不常，威廉喺1885年年底去世，從此范德比爾家族亦都開始走下坡。唔使20年，佢哋嘅家族冇一個人入得返美國富豪榜，甚至去到1973年，佢哋100幾十個子孫喺范德比爾大學搞咗一次家族聚會。你估下有冇一個百萬富翁？答案係一個都冇。咁點解咁快敗晒啲家產？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生活方式膨脹，而且係爆炸性咁膨脹。所謂生活方式膨脹，即係你收入一增加，佢嘅開支就會升，或者係因為見到朋友嘅生活咁好，你都唔甘示弱，開始使多咗。范德比爾家族嘅膨脹程度真係誇張，有人喺馬嘅背脊上食飯，用100蚊美元去捲煙，住喺紐約市最貴嘅豪宅。你應該就唔會好似佢哋玩到咁盡。但係佢哋嘅故事就係話俾我哋知，一旦你有錢，就會不知不覺咁使多咗，其實好容易。你諗下，如果你啱啱加完人工，想獎勵一下自己，其實係咪好合理？可能你會話買架新車，搬去更大更靚嘅地方，或者食多幾餐好嘅，聽落都冇咩問題。但實情係你已經開始生活膨脹。好多人會叫你唔好咁樣做，唔好生活膨脹，但係我就唔係咁睇。我覺得適當升級生活係應該開心嘅。你咁辛苦賺錢，如果連少少享受都俾唔到自己，咁努力做咩呢？但係呢個問題就係，咁適當係幾多呢？究竟可以膨脹到幾多先唔會出事呢？呢樣嘢其實係睇你嘅儲蓄率。但係對大部分人嚟講，一個簡單指標就係你最多淨係可以花喺新增收入嘅一半，即係話如果你人工升咗1萬蚊，你最多只可以拎5000蚊去使，另外嘅5000蚊就要儲落嚟，否則你將來可能就要遲啲先可以退休啦。你可能會覺得點解要咁啊？嚟緊下一段會慢慢解釋俾你聽。不過簡單講，儲得越多嘅人，將來要儲得更多先可以按時退休；反而儲得少嘅人，將來唔一定要儲得更多。等到下一章解釋背後嘅原理，你就會明白點解只用一半新增收入，其實係一個好合理嘅建議。點解儲得多嘅人反而加人工之後儲得更加多？想象下有2位投資人，一個係阿 Ann 同 Bobby。佢哋每年稅後嘅收入都係10萬蚊美元，不過喺儲錢方式就好唔同。阿 Ann 一年儲一半，即係5萬蚊，而 Bobby 就係淨係儲到1成，即係1萬蚊。咁即係話阿 Ann 一年係使5萬蚊，而阿 Bobby 係使咗9萬蚊。如果將來佢哋退休之後想保持而家嘅生活方式，即係唔想生活質素跌太多，咁阿 Ann 其實係儲嘅退休金係會少啲，因為佢平時開支本身就唔多。假設佢哋要儲夠支出額25倍先可以安穩去退休，咁阿 Ann 就要儲夠125萬美元先夠，而 Bobby 就要儲225萬。而家佢哋嘅收入同儲蓄比例都唔變，
而且每年投資回報有實質4% 嘅話，阿 Ann 大概要做到18年先可以退休，而 Bobby 要做成59年先能夠退休。59年你真係可以做到咁耐咩？所以如果 Bobby 想早啲退休，就要儲多啲錢，唔可以有咁低嘅儲蓄率。咁而家假設過咗10年，佢哋都有繼續儲錢，阿 Ann 累積儲咗60萬美元左右，阿 Bobby 就只有12萬，兩個人都仲係跟住原本嘅退休計劃走。阿 Ann 仲有8年退休， Bobby 就要捱多49年。但係突然之間，佢哋人工加咗10萬蚊，即係變成一年有20萬嘅入息。你可能會諗，咁就按原本嘅儲蓄比例儲咪得咯？但係唔係咁簡單。如果阿 Ann 照舊儲一半，即係10萬蚊，咁就代表佢用多咗10萬蚊嚟生活啦，即係佢嘅生活升級咗。咁樣佢退休之後維持呢種生活，咁就唔係儲125萬咁簡單，係要儲250萬。所以雖然佢嘅儲蓄率冇變，但係因為生活方式膨脹咗，所以原本佢要計劃8年之後退休，變咗要捱多4年，12年後先夠儲夠錢。想準時退休，咁就唔係咁簡單照比例去儲，你要喺加薪嗰一筆錢儲多啲。阿 Ann 計過數，如果準時退休，佢加薪嗰10萬蚊入面係要儲74%，即係儲74000蚊咁多。咁樣加埋原本儲開嘅5萬蚊，咁就變成一年儲124000。咁佢每年嘅支出就係76000，而退休目標就會變成儲夠76000乘25，即係大概190萬嘅美元。再睇返 Bobby。佢如果想繼續原本嘅退休計劃，咁就係49年之後退休。咁佢只需要喺加薪嗰10萬蚊入面儲多啲，大概係14.8%，即係儲多14800蚊，比起阿 Ann 所需要嘅74% 低好多。係咪覺得有啲唔合理啊？其實道理就係儲得多啲嘅人，平時開支本身少，所以收入一增加，相對支出嘅比例產生更大嘅影響。如果佢哋唔儲多啲，就好容易令到退休目標升級，變相延遲咗退休。簡單嚟講，儲得越多嘅人，反而加薪之後就要儲得更多，先可以準時退休。儲得少嘅人，加薪儲得少都唔太影響，因為佢哋本身就要捱多幾十年。不過現實唔會話你聽，一次過加10萬蚊人工。大多數人都係成個職業生涯咁慢慢加上去，所以書入面話應該要模擬多次小加薪，係會點樣影響你嘅退休路線。下一節就會做呢個模擬，睇下應該點樣分配你每次增加收入之後要儲幾多先係合理。你應該儲起幾多加薪嘅人工？計完又比較咗一大輪嘅數字之後，我發現如果你想要按照原本計劃退休，最影響你要儲幾多加薪嘅原因，其實就係你而家嘅儲蓄率、年回報率、收入水平、加薪幅度呢啲變數嘅影響力，其實都冇儲蓄率咁大。計完所有數據之後，我可以肯定最關鍵就係儲蓄率。所以就有呢個圖表話你知喺唔同嘅儲蓄率之下，你應該儲幾多加薪人工先可以穩穩陣陣咁按照計劃退休。呢個分析有幾個假設。第一，你要儲到等於你一年開支嘅25倍嘅錢先可以安心退休。第二，每年人工加3%。第三，你嘅資產每年實質增加4%。舉個例，如果你而家一年儲到10% 嘅收入，而公司加咗你人工，咁你就要將加薪嘅36% 儲起佢，先可以按照原定嘅計劃退休。如果你本身一年係儲到20%，咁你就要將加薪嘅48% 儲起佢。如果你而家係儲到30%，就要將加薪嘅59% 儲起佢。儲得越多，加薪就要儲得越多，咁先可以向住同一個退休目標進發。所以如果其實你加咗人工之後，用少少嚟改善生活都唔係問題，
好似你而家儲咗20%，你可以加薪嘅一半嚟使，都唔會影響你幾時退休。但係如果你使少咗，儲多咗，咁你就可以提早退休啦。想幾時退休都可以自己去控制。聽落可能有啲唔合理，但係你儲得越少，反而加人工之後可以使得越多，都未必影響退休嘅計劃。點解呢？因為簡單講，你儲得少，代表你平時已經使得多。咁當你加人工再使多啲，其實你嘅總支出變化嘅百分比，比起儲得多啲嘅人使得多。所以加薪之後，對於高儲蓄率嘅人，影響會大過低儲蓄率嗰啲人。點解我會話應該儲起一半加薪？就算有咁多理論同埋分析，我都建議你簡單啲諗，儲起一半人工嘅加幅。呢條公式對絕大部分嘅人都會啱用，大多數人嘅儲蓄率都係介乎10至25%。咁根據我嘅模擬出嚟嘅結果，50%都係一個幾合理嘅標準。如果你嘅儲蓄率係少過10%，咁就更加應該儲多啲，最好儲到50%，甚至更加多，對你累積嘅財富係好有幫助。但係最重要嘅係呢一條儲起一半嘅法則夠簡單，容易記又容易做。一半係俾而家嘅你，一半係俾退休後嘅你。啱啱好呢個概念仲同我上一章講過嘅2倍規則有啲似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想買一樣貴嘅嘢，應該預備同樣嘅金額去投資。例如，如果你想買一對400蚊嘅鞋，你同時應該投資400蚊落指數基金或者其他嘅投資。咁如果當你有50% 嘅邊際儲蓄率，啱啱好就係我頭先講嘅50% 加薪嘅使用限額。所以加人工當然可以慶祝啦，買啲嘢獎勵下自己，但係記住最多只係用一半嘅啫。講到而家都係講緊點樣用你自己有嘅錢，不過有啲消費就可能要靠借錢。下一節我哋就會講到應唔應該借錢。好，今日呢一章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大家聽完呢度有咩啟發性呢？我就覺得呢一章呢，佢用咗好多數字，其實聽落有啲複雜。其實佢最簡單都係講到，好多人會加薪之後會使大咗，唔記得咗儲錢係要儲更加多，係要為你退休之後。咁退休呢一條路對我嚟講係仲好遠好遠啦。我反而係會諗翻，我要將收入嗰一半儲起嚟，係為咗我嘅不時之需，或者係我之後嘅創業咯。反而每次收入嘅增加，其實係一次重新整理或者去思考自己財務習慣嘅機會咯。咁呢一條片就係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都中意呢，就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